第二阶段的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伫今仔日开始做，包含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拢会当做，而且伫咧部分的超市嘛会当来注射。疾管所也阁有加买20万桶的疫苗，要互民众来做。 公费流感疫苗加新冠疫苗，初一进入第二阶段注射，开放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来做，总共爱排队等注射，民众注射意愿嘛无减少。打新冠手会酸了2、3天，打流感就没有。民众手稳比起来，伫倒手做公费流感疫苗，正手做新冠疫苗，虽然会当得到保护力，不过也是有民众烦恼疫苗的副作用。 就想说好像流感比较严重，就先打流感这样，不想一次打2剂。天气变冷了，所以现在打流感是刚好是最好的时候。为了呼吁民众注疫苗，疾管署初一伫台北开记者会，强调倒病流感正病新冠，望扩大注疫苗包含族群，提升整体社会免疫。因为国内流感还搁伫流行期，搁因为秋冬天温度伫降低，疾管署长罗一军坦白讲，目前流感疫苗注射比新冠疫苗搁较臃肿。我们已经买了648万剂，又追加了20万剂。目前看起来，今年的打气是史上最高。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可以再开放这个公费全民接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还是会锁定在我们1、2阶段的这个对象。罗伟军讲，想要自费注流感疫苗民众，也会当到附近的医疗院所住。若是新冠疫情预测到12月底还是1月才会升悬，到时阵才会鼓励民众来注。镜头往来看，台东注公费疫苗民众嘛未少。 今年度是总共分配到6万多剂，那目前已经打掉了3万多剂。我们希望在前面这1、2个月，能够尽量能够完成我们的这个施打率。罗义军讲，符合公费疫苗注射对象的民众，会当流感加新冠疫苗做伙注，两个做伙注未增加副作用，颠倒会当产生有效的保护力，呼吁民众安心注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